来去台中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，腹肚痛，又搁吐又搁闹，还搁烧袂退，小便嘛变做青绿色的，赶紧到病院来挂急诊。体会了后，发现讲伊的白血球甲体内发炎的指数拢相当的悬哦。医师一开始怀疑讲是毋是去感染到绿脓杆菌，想袂到呢，经过细菌培养了后，证实到是沙门氏杆菌感染的。经过询问了后，原来是查某囡仔因兜的人哦，因为冰箱歹去无电，家长呢为着要甲这物件清清呢，想袂到食的落去摕袂起来，所以因此来引起着肠仔炎。透明袋仔内底青色的水，就是6岁查某囡仔的尿，甲正常的尿色水相比，青色看起来实在是真惊人。很吓人。他尿有面前是有发炎的东西 OK， 很厉害的发炎。这个查某囡仔前一阵仔形容腹肚痛，又搁吐又搁闹，搁烧袂退，挂急诊才发现，伫伊的血内面白血球甲发炎的指数拢真悬。一开始医生怀疑是受到绿脓杆菌的感染，经过确认是受到沙门氏杆菌的感染。因为家里冰箱坏了，顺便把一些放比较久的食物清出来，也把它吃掉。比如说高丽菜啊，包起来有水的，对，或一些蛋壳上面可能就会存在这种细菌。好佳在查某囡仔经过抗生素的治疗，伫咧3天后就顺利来出院。医生表示，一般正常的尿是黄色的，若是出现其他的色水，就有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。亲像较深的黄色表示水分无够，红色表示尿路感染，黑色代表食落去的药啊、食物甚至是中毒。若是白色，就是泌尿道感染。青色除了甲食落去的物件有关系以外，嘛有可能是因为细菌引起的尿路感染。它的特点就是它会解一些深绿色的便，如果它局限在肠子就还好，但是如果它跑到全身，就会造成所谓的败血症。感染沙门氏杆菌，拢会出现急性胃肠炎的状况。一般大人的抵抗力较好，休困了后就会当豆豆恢复。毋过，厝内面的小朋友、老大人的抵抗力较无够，严重甚至会出现败血症。提醒即马是热天，食物较容易歹去。若是冰箱歹去，就更加有可能造成食物保存的问题，千万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